为着要来减轻着急诊的压力，各病院拢严格咧做分流。指挥官陈时中早起到台北病院看这个分流的状况。当咧等要采检的民众看到部长来哦，这规巴肚的苦楚拢甲压出来。那这个病院已经来设立着儿童专用的绿色的通道，甲专门咧处理着新冠病毒的门诊，有效来分配着急诊的压力。大人的那个病房车很多啊，都找没有病房，没问题，现在都有，现在都有。民众真正做着急，就惊无病床。看到指挥官陈时中赶紧来တင်情，为了消透急诊的压力，病院做分流制度。陈时中下早就来病院巡。12岁以下的都是对了，现在已经3线正常。妈妈甲囡仔抱条条，大人含囡仔体检分开。针对12岁以下囡仔，病院伫咧急诊门口设儿童青色路线，有专门的儿科医师看诊。大人快筛阳性，就伫咧病院外围排队等 PCR， 一天会当服务2000到2500个人。需要去新冠特别门诊，就当看诊摕药啊。就是常备药了。普拉疼然后这个化痰跟一天要验2000多个。那如果让这些人都到急诊室里面去，那急诊当然就塞爆了。好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做，利用地形地物，那好好做一个分流，那对我们的 COVID-19 的病人照顾跟急诊的照顾都能够兼顾。我们的急门诊，像目前就是同时有2线到3线的医师在看诊一天可以看到大概600-700个人。那我们针对80岁。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部分，我们就是优先看诊。这分流制度，互急诊室袂有伤济人，钱伫内底客销。即摆部立台北病院拢总有开设91张专职病床，随时调整大院大几工，确保病床有够用。指挥官嘛，搁一摆强调，守护疫情全民做伙来，因为所落来得着病毒的人会愈来愈多。那有可能单日来到20万吗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那大家现在在积极准备。面对这个可能性，快台记者过来咧传，社区体检站相关经费嘛已经计划好势，若是地方政府有需要，就会当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